听台湾看世界，来看乌克兰甲俄罗斯爆发着战争了后，美国更加注意到中国对区域安全的威胁性。这个去年1月底就来就任的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，一直到4月20，才第一届甲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来通电话。这个45分钟的对话，讨论到这个南海的争议，以及乌克兰、俄罗斯战争等等安全的议题。若针对台湾，两个人无共识，一个讲东，一个讲西。虽然美国一再来强调着一个中国的政策，但是美国嘛真担心中国会侵犯台湾，希望双方用负责任的态度来管控着竞争的风险。中国是希望讲会当甲美国来建立着稳定、健康发展的大国的关系，嘛且美国唔通来看低这个中国捍卫国家的利益甲尊严的决心甲能力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